挑戰30日學識剪接。今日要學嘅係人物結冰效果。今日分享呢個結成冰嘅效果。首先打開 CapCut， 入一條你中意嘅影片，之後撳封面，揀一個你覺得最靚最型嘅位，撳編輯更多，之後撳右上角儲存，之後打開 Gemini， 揀翻頭先嗰張相，入一段 prompt，Gemini 就會用 Nano Banana 儀去幫你整張相，之後開翻 CapCut， 喺頭先自覺最型嗰個位喺下面撳定格，之後撳重疊，新增重疊，入翻頭先變咗冰嗰張相，之後揀遮罩轉長，揀水平，用隻手調到去90度，向右移到最邊，打上第一個關鍵幀，拉一拉時間線去到中間，將遮罩轉長頭先嗰條水平線拉到最左，關鍵幀佢就會自動打上，咁就搞掂啦。如果要 Gemini 變冰嗰段 prompt， 喺留言打 ice 我 DM send 俾你。